大熱暫時顯示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就時時歡聲啦。咁啊，響佢外邊合夥奔馳嚟㗎。第3位嘅馬有粉紅眼罩嘅禪聖輝煌啦，埋邊出閘唔快，大面箍走翻上嚟內欄3、4位啦。仲有光年魅力啊，第5位咁啊藍眼罩藍衫外邊嘅標誌宇宙埋邊啊桃花開啊。尾3位置係粉紅衫嘅首飾天空啊。殿後一隊分別有陽光勇士同埋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過12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合夥奔馳嚟㗎。咁啊時時歡聲就跟住個第2位啦。第3位有粉紅眼罩外邊啊禪聖輝煌埋邊啊光年魅力啊。第5位外邊藍眼罩標誌宇宙埋邊第6位呢粉紅帽呢紫色衫有桃花開啊。後邊3匹馬首飾天空響尾3啊。殿後一隊橙衫外邊陽光勇士埋邊呢就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合夥奔馳仲係帶嚟咗大約個零身位嘅，時時歡聲呢就一路吊住個第2位㗎啦。第3位嘅馬埋邊呢有光年魅力透內欄喎，響外邊呢仲有禪聖輝煌啊，揈出去中嘅馬有藍眼罩標誌宇宙最出嗰邊呢粉紅衫係首飾天空嚟㗎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合夥奔馳仲係佔先嘅，見到時時歡聲外邊開始推進㗎啦，埋邊上有光年魅力啊，再邊追係首飾天空啊，中檔位置仲有禪聖輝煌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幾馬平排衝刺之下呢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光年魅力佔先嘅，中間拍住嚟鬥有合夥奔馳時時歡聲啊，埋邊傳上嚟仲有隻美麗同享接近終點，平排衝刺之下相當接近中間位置。